宜美文教基金会连续3年主办蒋渭水台语客语汉诗吟唱赛，20个选手将决赛拼关家，指定吟唱4首台湾汉诗，其中就包括伫双十大典当中艺人杨烈所吟唱的《意难忘》。蔡观众朋友做伙来听看卖。世间意义原存在，庸事当为义道情。蒋渭水台语客语汉诗吟唱赛20位选手伫15个决赛拼关家，指定吟唱4首台湾汉诗，其中也包括双十大典当中杨烈所吟唱的《意难忘》。主办单位指定本土汉诗来比赛，嘛是希望选手深入了解台湾文学，嘛通知影先贤写作的背景。比赛场顶的选手嘛认为有机会了解台湾史是真好的学习。去年的时阵哦，我摕第3名，我感觉我只是甲伊的音念无准尔。但是今年我开始有去了解伊的遐个作者的故事，因为即个历史唔敢是即个讲故事尔。咱会当用参加比赛这个代志来了解进前的人，伊写的迄个诗词是啥物款的意思安尼，嘛会当搁较了解迄当时的人的想法是安怎。一向关注文学推广汉诗吟唱的立法院长尤锡坤，也当场吟唱家己的作品《翠莲》。这个作品就是在描写台湾的历史和民主化过程所经历的创伤，也磨练出台湾人的韧性。两种为宽，迄为薄，翠莲代字见真迹，混情民主。汉诗吟唱赛第1名就有奖学金20万，是历来相关比赛活动当中奖金上多的。主办单位嘛希望比赛会当一年一年办落去，让愈侪少年家参与，唔但甲母语讲好，深入了解文学的历史背景，嘛是文化顶根真重要的一部分。记者卢尚如、曾俊尧台北报道。